點解 Remon 咧大家都要入嚟經營？你自己有冇最近一次咧真係為咗 Remon 去瘋狂，或者係最近為咗啲乜嘢去 get crazy 咧？咁我介紹我自己啦。咁我其實咧就係香港咧首位首日嘅企業家，喺香港咧未 launch 嘅之前咧就已經咧做咗佈局，知道呢個品牌咧將會打入香港。咁所以咧經營咗咧大概1年時間啦，都會有少少經驗咧，同埋有啲願景都可以同大家分享嘅。咁我叫 Sonia。咁過去咧呢個品牌咧，我哋已經喺4月份咧就有個新品發布，喺台灣嗰度做咗一個線下發布會。咁可以俾大家睇一睇咧我哋品牌嘅 branding 啦、理念啦，同埋佢喺唔同嘅地方點樣可以做一啲exposure 啦，等更多朋友仔咧可以做線下活動之餘咧，經營者咧都可以參與呢啲活動嘅。咁我哋亦都請咗好多唔同嘅 artist 啦，又係台灣有啲知名嘅護膚專家啦，都會嚟到我哋嘅課程入邊咧做講解啦，同埋示範嘅。係啦，呢條影片咧就係過去我哋咧公司有任何嘅活動咧，都會有一啲咁盛大 event 啦。咁雖然我去咗好幾次啦，但係每一次咧都會令到我都係覺得好興奮同埋好熱情。尤其是咧，當我哋香港人咧感受到台灣嗰種氛圍咧，係完全同我哋香港嗰種咧可能好冷靜啊嗰啲 feel 咧係完全唔一樣嘅。我都好希望咧大家都有咁嘅機會啦，可以飛到去台灣咧或者世界各地咧去參加呢啲大型嘅活動嘅。咁我過去咧其實就從事美妝、美容啦、紋繡、化妝、新娘化妝等等嘅行業咧，都已經超過20年㗎啦。咁亦都咧考過好多唔同嘅國際品牌。咁以往咧，我係純粹做一個叫做 one-on-one 客人嘅 service 啦。咁亦都從事咗好多年，服務嘅客人已經超過1萬位㗎啦。咁而因為咧，我喺過去嘅時間經歷咗一啲叫做疫情啦、沙士啦、運動啦、移民潮等等啦，都由我自己從一個過去嘅一個普通嘅女仔之後咧，覺得自己有啲嘢要進修喎。咁我就不停咁樣去讀唔同嘅課程。咁我哋會發覺，咦，好似我進修完之後十幾20萬咁樣花出去，我又同時間要用翻呢一個嘅時間去經營翻我嘅客人咧。咁我發覺，咦，好似我個世界就淨係得翻工同放工。可能一般打工仔都會有呢個 concept，但係其實咧，當你成為一人公司咧，你都會面對呢啲嘢嘅。尤其是 one man band 嘅 office 咧，你更加要所有業務你都要做晒，包括你嘅推廣啦、市場定位啦，同埋你嘅 branding 啦、IG 等等咧，呢啲都係要你去 manage，再加埋咧你嘅客戶咧都需要你 follow up 嘅。咁所以經過咁多年之後咧，我自己都會諗一諗。如果單純做客人，係咪收入會令到我唔足夠咧？甚至乎，如果我爸爸媽媽退休會點咧？咁其實我過去咧，都經歷過一個家庭比較嚴重嘅一個叫做親人離世啦。咁我就擔起咗頭家。之後咧，我就發現，咦，爹哋媽咪開始年紀大啦，我確實一個人好似個收入咧要做好多個鐘頭，先至可以 fulfill 到一家人嘅支出。咁我喺呢個念頭嗰個萌生之中咧，同時間亦都感受到咧 Covid 疫情影響到我有啲強制觀念嘅情況。就令到我去諗啊，我需唔需要移民咧？咁我覺得嗰段時間咧，都有好多香港人係經歷緊呢個過程，去英國、美國、加拿大等等嘅地方，可能叫做從低做起啊。咁而我自己咧，亦都喺移民台灣呢3年咧，都過得好快啦。咁我發現咧喺台灣生活咧，同我而家嘅個喺香港支出咧，都好似有少少唔吻合。我就要諗下，我有咩方法可以令到我可以喺台灣生活之餘啦，仲可以 fulfill 到香港嘅支出。咁我當時咧就會諗到，我喺線上點樣可以去曝光啦。咁其實我係正喺嗰個 Covid 期間咧，我係轉移咗做線上嘅客人咧，做咗3年噶啦。咁同時間我係覺得原來線上嘅收入可以同我嘅現況收入啦係睇齊㗎，已經超過咗係6位數字嘅收入，係憑我一個人嘅力量。咁我就諗緊，如果我可以用更少嘅鐘數，亦都可以同等地攞到我同樣嘅收入，係咪真係可以值得一放呢？咁所以我嗰段時間咧就揾好多嘅方式咧去揾我嘅被動式收入啦。
咁從而咧，我就接觸咗網商呢個平台，我哋叫微商啦，或者叫做日貨，可以經營一個總代理咁樣。咁嗰段時間咧，我就覺得，咦，好似係得㗎喎，原來 Plan B 都可以令到我原本個本業，亦都包括我可以減少我嘅工作勞損啦。咁亦都可以俾我自己唞一下啦。咁其實呢個收入咧可以 extend 到咧更多嘅機會俾我自己，同埋咧我當時咧選擇咗微商，亦都係一個算係嗰段時間可以進行嘅一個收入，而唔影響我主收入嘅。咁亦都我帶咗好多團隊入嚟咧，所以引致咧我而家都可以咧重疊翻我點樣可以將呢一個事業咧去轉移過去力萬平台。咁喺呢個過程入邊咧，我又認識到咧一位朋友仔啦，叫做卡文啦。咁其實卡文咧都係我哋今日嘅 guest 嚟嘅，我都邀請咗咧去做一個小分享，咁可以介紹阿卡文出嚟啦。咁我哋邀請下佢先，俾啲掌聲卡文先。好啦，咁卡文可以開一開咪。Hello，大家係啦見到我，，Hello，你可以我開咗分享，隻片頭。係啦，可以 Hello，分享一下啦。好，係啦，係啦，撳咁咧就翻出嚟啦。係啦，好啦，咁我就點解會加入 Remon 啦？咁首先我要講係有3個原因嘅。咁第一個原因咧就係因為大家都知啦，如果大家都香港人嚟噶嘛，係咪？咁即係喺呢幾年有社運啦，新冠疫情啦，其實個經濟都好差嘅。咁我本身自己都係做嘅物流嘅，咁但係喺即係呢啲咁多嘅即係唔好嘅因素之下咧，其實自己咧就引發咗一個即係好大嘅危機感。其實份工好穩陣嘅，不過我就即係感覺到好多嘢都周圍聽到有炒人啊，可能每日有時我哋啲 update 咧都係會話今日邊個離職啊咁樣，咁所以咧自己有時都諗緊啊，而家好安穩，而家其實真係冇問題嘅，咁但係可能喺5年10年之後個生活質素會下降咧，喺而家即係所有嘢嘅個生活水準。咁喺呢個嘅時候諗嘅時候咧，就會覺得即係有啲悲觀同埋唔確定。咁所以咧，我自己一直咧就開始就睇下究竟有冇其他一啲更加安全穩健嘅平台俾我發展。咁我自己咧就遇上咗 Remon 啦，因為我係加入咧係我身邊冇朋友做嘅，係我自己睇 IG 咁然後 follow 嘅。咁呢個即係第一個係因為有啲唔確定嘅即係本土環境因素啦，另外有一個危機感啦。咁第二咧就係因為做咗嘢可能十幾20年啦，都已經有一啲好好嘅即係人物嘅資源。咁喺呢個情況，我遇到 Remon 咧，我就覺得可以即係利用呢個咁靚嘅國際舞台產品啦、market 啦，或者佢成個系統咧，將我自己呢十幾20年即係冇咗份工之後，唔係乜嘢都冇，其實睇翻呢啲珍貴嘅資源咧，其實可以令我發展第二個事業，係啦。咁第三咧就係人生嘅舞台啦。跟住我相信而家，譬如我身邊有啲朋友，可能有啲都去轉工啊、轉換環境。我其實成日都咁樣覺得嘅，做咗十幾20年咧，其實唔係再應該喺呢啲咁低迷嘅環境去再揾一個新嘅工作，因為我覺得我哋係唔係再應該去揾一個新嘅，即係啦，應該就係去將自己自身嘅經驗啦、能力啦、資源咧，喺一個新嘅舞台咧，就再去展現嘅。咁所以喺呢度我就揾到 Remon，亦都覺得慢慢就覺得好多嘢都係可以將自己以前嘅一啲經驗慢慢發揮出嚟啦。咁就係我呢3個嘅 Why Remon 啦。嗯，好啊，好啊，多謝卡文，因為咧今次嘅分享都係其實 hit 中咗好多叫做一般嘅打工仔啦。點解佢會想有個被動式收入咧？其實好多人都有份危機意識嘅，尤其是香港人。你叫做打工仔咧，好多人都應該係中意翻工，我都相信噶啦。咁但係同時間咧，亦都會有一種咧叫做好驚俾人日咧有一日被辭去。我諗相信我在座到今日為止咧，我身邊都仲聽緊人咧係突然間俾公司辭退嘅。咁仲要諗緊我會唔會有真係嘅第二份嘅收入可以俾我 back up 咗咧？咁其實所以咧嗰段時間我都係 overcome 緊咧，就係點樣可以令到我嘅屋企人喺佢完全爹哋媽咪停收入嘅時候，我一個女仔可以 support 到一頭家咧。其實嗰時我仲未有小朋友，咁所以你諗下，淨係
照顧兩老嘅時候咧，嗰個收入支出已經非常之龐大啦。咁再加上自己仲有 office 啦，要交租啦，咁水電煤等等都要交。喺 Covid 期間咧停業，我停咗大概係5個月嘅。咁所以呢段時間咧都係要將之前嘅收入咧都要貼翻去租金嗰度。咁所以其實咧，無論你係打工，你係真係叫做開鋪頭都好啦，其實都有好大嘅一個叫做需要嘅危機意識。咁尤其是我哋將過往嘅經驗，頭先卡明講得好好，就係我哋有冇可能將過去嘅人生經驗、舞台經驗，甚至乎係我打滾過社會嘅閲歷咧，都可以成為我自己嘅增值空間。我會唔會有呢一樣嘢，令到我自己喺一個有被動式收入嘅環境底下咧，可以 fulfill 我第時10年後、20年後嘅退休生活咧，而可能過得更加好嘅 quality 咧？因為有啲人唔係真係話哦，去到手停口停，可能有啲人只係不過係想要10年後、20年後過得更加優越、更加之舒服，因為可能努力咗咁多年，都係想舒服咁樣去嘆世界。咁所以咧喺家庭入邊，尤其是女性咧，都比較容易咧，又要 take care 小朋友啦，或者係照顧突然之間有屋企老人家要 take care 嘅話咧，我都係曾經有段時間咧，我要不停往返香港、台灣兩邊咧，不停去照顧我嫲嫲嘅。咁所以呢段時間亦都係要去馬上要擔起好多好重嘅擔子。咁所以呢段時間咧，都係要財務自由啦，事業都要自由啦，同時間你嘅金錢都要好自由咧，你先至可以 fulfill 突如其來嘅一啲發生嘅事情嘅。咁而我自己咧，就係好難得咁樣咧，見到一套護膚品咧，係可以令到我重新擁有我嘅選擇權。咁再者咧，就係改變咗接落嚟嘅生活模式，已經同以前咧有不一樣嘅一個改變。咁好似我啱啱咁講啦，咁其實好多人咧都唔係要等到機會咧，話真係你100%準備好咧，突然之間咧先至會嚟，你可以接得住嘅。有陣時就係你未準備好咧，原來呢個機會已經到嚟啦。咁就喺2018年嘅時候咧，喺 Rimmon 咧成立咗喺韓國啦，去到22年咧，佢已經有全年營收嘅7億美元，而榮登咗咧 Global 嘅一個直銷平台已經有第22名㗎啦，而且咧被評為咧 K-Beauty 嘅 No.1嘅美妝品牌添。喺2022年咧，力曼嘅喺北美成立咗一間總 office 啦，而且咧橫跨咗全球嘅市場，甚至乎咧去到2023年咧，佢哋累計咗20億嘅美元營銷，超過咗咧41萬名嘅全球嘅經銷商同埋會員嘅。咁包括 Insider 嘅產品咧，已經突破咗咧4000萬瓶嘅銷量㗎啦。去到2023年咧，已經落實咗第一間嘅濟州島嘅度假村，係 for 我哋嘅經銷商咧去享用嘅添。咁所以咧，老細嘅格局係非常之大，而且咧佢係以人為本嘅一間公司。去到2022、23年啦，12月嘅時候咧，力曼就喺台灣試營運。咁喺9月嘅時候咧，已經逼近咗1億嘅新台幣㗎啦。去到6月份嘅時候咧，Rimmon 咧就正式開幕啦。咁而呢段時間咧，我就正正去到呢個開幕現場，所以咧頭先嘅畫面咧，我已經覺得係好熟悉。喺營運咗8個月入邊啦，累計咗65000名嘅會員同埋經銷商，所以喺咁短時間咧，已經有咁犀利嘅爆發力咯。而咧，我哋咧累計咗咧4500萬嘅美金佳績，去到7月份就正式落地香港啦。咁所以咧喺呢段時間咧，我就知道香港市場開始爆啦，而且咧香港亦都係一個佔盡地理因素嘅位置啦。而且我哋做貿易空間咧係會發展全球，所以咧香港係一個好關鍵嘅城市，大家真係要留意呢個市場。去到9月份咧，已經開咗好多嘅台灣已經有3間嘅 office 嘅總部咧，可以提供俾我哋經銷商去使用。咁首先咧，了解一下 Rimmon 旗下有啲咩品牌先。咁我哋有3個牌子嘅，ICD 係屬於我哋 skincare 嘅保養系列啦。咁 Botalab 咧就係純素嘅一個叫 hair product 同埋身體護理。去到 Lifening 咧就係我哋健康嘅保健專家啦。咁所以咧呢3個都係我哋旗下嘅品牌。咁而咧我哋有3個嘅獨家專利成分同埋技術嘅，包括咧 Bianpu 巨型積雪草。咁而我哋使用嘅係熔岩能量海水咧，去灌溉呢一啲嘅積雪草，令到佢嘅 size 嘅葉片大小咧，係比出一般嘅大2至3倍，而且咧，我係用新鮮巨型積雪草咧，去萃取我哋嘅精華出嚟嘅，咁所以佢已經咧可以達到非常高嘅舒緩肌膚啦、潤澤保濕同埋亮白啦、淡化色素同埋撫平細紋，再加上咧呢啲熔岩能量水咧，唔係普通嘅海水，而係佢豐富礦物質啦，有平衡 pH 值嘅元素咧，可以令到我哋長年累月咧都有個非常之恒溫穩定嘅一啲水源咧，可以灌溉呢啲積雪草嘅。咁再加上咧 technology，咁以前咧我係做紋繡嘅，咁所以過去咧我係經常性使用麻醉膏呢一樣嘢。咁麻醉膏咧喺我哋放喺皮膚上面咧，係只需要15分鐘已經可以達到我哋真皮層，導致我哋嘅痛感線咧可以有麻痹嘅作用。
而咧呢一個技術咧係用咗微脂囊嘅傳導體咧，可以直達令到我哋嘅納米分子化咧，可以將 skincare 成分咧越嚟越細，可以直達我哋皮膚度，令到我哋有個速效性。所以 Rimmon 咧係結合咗科技啦，同埋天然嘅成分咧，去合併咗成為我哋嘅護膚品嘅。咁 Insider 系列咧係我哋而家咧新改良咗一個牌子，咁而呢一個品牌咧入邊亦都加咗 NMN 外鼻體同埋咧我哋嘅做多重玻尿酸嘅成分，係更加可以幫助我哋皮膚做到抗老、保濕、清潔同埋一個修護、修復力好強嘅一個功效。咁你見到啦，我哋都已經做埋一個全歐美啦。好中意嘅一個美妝品牌，亦都貼合翻咧，我哋嚟緊都會打歐洲市場嘅，咁所以大家咧都真係要密切留意下我哋嘅 marketing 啦。咁我哋有好多唔同嘅護膚品啦、supplement 啦，其實都做得好好。咁但係最緊要係乜嘢咧？其實喺過往咧，喺我哋北美市場咧，點樣去成立，令到我哋依間公司可以達到全球化，做到一個 K-Beauty No.1嘅領導品牌。咁你會見到咧，我哋公司咧係重金禮聘，係好多大型嘅 event 啦，亦都有我哋嘅韓星代言啦。咁嚟緊咧，我哋有個非常之大嘅 event 咧，大家真係要拭目以待啦。咁我哋睇一睇影片先。係啦，咁究竟 Rimmon 有啲乜嘢咁犀利，可以咁短時間就咁爆炸咧？咁令到全世界咧都可以知道佢喺其他地方嘅伙伴咧都可以嚟到我哋嘅說明會入邊。咁包括咧，我過去啦喺2024年嘅9月咧，特登飛咗去 LA 咧去睇一睇呢個美國嘅大會。咁當時候咧，我亦都見到我哋嘅全國董事 Steve 嘅 upline 咧喺佢手上咧就接到呢個 team leader 嘅徽章。咁其實同時間咧，我亦都有留意就係、咦 Raymond 呢一個嘅品牌，韓國品牌打入咗歐洲市場，其實你裏邊嘅人咧係非常之犀利，嚟自世界各地啦，從事不同行業啦，亦都可能有好多 I-banker 啦，做生意嘅啦，或者之前咧都去做過咧唔同美妝品牌或者係直銷品牌嘅人咧，都走入去 Raymond 嗰度。我亦都第一次見到安仲賢先生，亦都係我哋有全球執行長黃永珠先生咧去支持呢個大會嘅。咁對我嚟講咧，就係走出呢個世界，亦都要足夠嘅世界視野。咁而我哋嘅 Rimmon 咧就已經非常之有世界觀，咁佢嘅前瞻性係非常之強。而家咧大家都會同一啲大嘅品牌合作噶，例如咧你連 Victoria's Secret 咧都會同 K-Beauty 啦，或者係化妝品啦，亦都有好多韓星咧邀請成為嘉賓。咁所以你要了解咧一個品牌佢係咪帶動趨勢嘅時候咧，你就要睇下佢係咪最 update。咁你會見到咧，連歐美市場嘅地方咧，越南啦、外國啦等地咧，其實紛紛都做緊 K-Beauty 嘅 Expo 噶啦。咁所以韓國嘅美妝咧，其實係帶動緊成個潮流。而我哋嘅巴菲特股神咧，亦都係將佢嘅部分股票嘅蘋果股價啦，去售出啦，而引入咧我哋嘅 Ultra Beauty 一個韓式嘅美妝品牌。咁而我哋要去留意就係、究竟 Rimmon 呢間公司點解咁有格局，可以同一啲咁頂尖嘅一流品牌去做合作同埋 cross over 咧？咁其實我哋嘅安仲賢先生係非常之有格局同埋遠見啦，亦都係對品質非常之高要求。佢係同世界一流嘅品牌企業去合作嘅。咁你見到咧，佢包括佢嘅我哋嘅廣告啦，亦都係有好多唔同嘅集團啦，亦都有去使用佢嘅，係一間 Trill 嘅公司啦。咁另外就係我哋嘅 Pentagram 咧，呢間公司亦都係幫我哋咧做全球嘅諮詢公司啦。咁亦都幫過 Microsoft 啦、Citibank 啦、Mastercard 啦呢啲等等大品牌咧做 cross over 嘅。咁而我哋 ICD 嗰個 logo 咧就係由 Interbrand 咧去做設計嘅。咁去到我哋叫做OEM 啦，我哋嘅護膚品咧，由好大嘅 global market 咧，我哋係做 health and beauty 嘅一個 company 咧，一齊去合作叫做 Cosmic 嘅公司。我哋今年咧亦都有個新嘅改革，就係無論包裝啦、
成分啦、formula 等等咧，我哋都重新 upgrade 過。咁而我哋 Botalag 嘅發品系列咧，就有非常高品質、高格調嘅一個香味。咁呢個咧就係我哋 LVMH 嘅一個香薰設計師咧，幫我哋重新打造過 Botalag 嘅一個系列。咁你會見到啦，頭先安仲先生咧係非常之着重我哋嘅巨型積雪草嘅成分，佢係希望咧我哋女性嘅年齡咧可以慢慢咧由因為我哋嘅皮膚老化鬆弛啦、水分慢慢流失咧，而希望使用佢嘅巨型積雪草咧，令到我哋皮膚咧有個非常天然嘅飽滿嘅折射效果。咁所以同一般嘅積雪草有咩唔同咧？一般咧可能用緊嘅係坊間嘅嚟自馬達加斯加嘅、印度嘅呢啲乾貨啊，或者係一啲粉末型嘅積雪草啦。佢哋其實 ingredients 包括佢哋嘅養分含量啦，同埋佢哋嘅植化素咧都相對較低嘅。咁比起新鮮嘅巨型積雪草咧，係差好多嘅功能性，而包括我哋嘅 Raymond 農場咧，呢個咧都係公司咧一條龍去 formula 我哋嘅產品啦，無論我哋嘅栽種啦、控溫啦，同埋佢嘅培植咧，都係一年365日咧，都喺安全啦、無毒嘅空間入邊進行嘅。咁而我哋咧最着重關於呢門生意最緊要嘅係啲乜嘢咧？點解男士女士都紛紛想入嚟 Raymond 咧？最主要佢成功嘅方法咧係嚟自於可以複製嘅系統。咁 Danny Bay 咧亦都係我哋力萬嘅銷售總監啦，而我哋 Winnie Jackie 咧就係我哋中文系統嘅創辦人。咁加上咧 Global Market 嚟緊會打好多嘅歐美市場，我哋亦都非常之需要英國嘅英文嘅系統咧。咁我哋都有 Steve 嘅係 XS 系統嘅創辦人去 support 去支援我哋世界各地嘅伙伴。我哋6月份，我哋7月份嘅時候咧，就正式喺 Raymond 落地啦。咁到到而家咧，應該係超過咗1年多。咁當時候咧，我去參加呢個活動嘅時候咧，係啱啱香港正式去做一個開幕典禮嘅。咁而呢一個市場咧，係正正香港咧有好大量人係完全唔知道呢個品牌會打入香港嘅時候咧，已經有好多人去考察啦，好多大陸人都紛紛嚟到一批批咁樣咧去進行考察活動。咁所以我哋其實亦都好涵括咧大灣區嘅呢個 market 嘅。咁而相對啦，有好多朋友仔咧就係每一場活動都出席，而帶好多朋友嚟嘅時候，你會見到呢個 event 咧就越嚟越大，越嚟越多人。而公司喺好短時間咧，亦都 provide 咗好多我哋叫做 Raymond Roadmap 嘅 training 啦，俾我哋所有嘅經銷商。咁而我自己都有慶幸啦，成為咗香港第一批嘅 team leader 啦。咁而我哋嘅866嘅伙伴咧，亦都非常強勁，不停咁樣複製咧，我哋一啲 director 啦、董事啦，甚至乎資深董事、全國董事咧，都係相繼喺 XS 團隊嗰度複製出嚟嘅。好啦，咁講到第一個優勢係啲咩咧？就係我哋有非常大嘅行銷力，咁能夠幫助我哋嘅事業咧，要事半功倍啦，縮短成功嘅時間啦，可以幫助我哋改善到生活狀態同埋改變到人生方向咧。佢需要一個非常大嘅 marketing 嘅，因為如果你要接觸個唔同品牌，你會發現一樣嘢，新牌子進入一個新 market 咧，時間點係非常之要好嘅，但係咧都需要一個過渡期。但係我哋去做分享嘅時候咧，需要有一堆人咧去認識到我哋呢間公司，而呢個平台開始做分享嘅時候咧，慢慢會越嚟越多人知。但係呢間公司咧係幫我哋已經提前打造咗好多表面上面，例如有4大巨星代言啦，力賣係好多好着重喺 details 上面咧去做不停嘅研發，而令到我哋嘅市場精準度咧係獨一無二，有一個行銷勢力嘅。detail 位做得非常好，而且咧佢哋都發非常精準。喺我哋嘅產品上面咧，價位喺200至800蚊左右嘅定位咧，係做得非常之高級。你望到佢嘅升級優質成分啦，但係價錢不變，迎合咗一眾嘅消費者。喺呢段嘅時間，經濟壓力咁高嘅狀態底下啦，而一般嘅人咧都可以負擔得起嘅一個品牌。所以咧，公司已經一早咧提前幫你做好 marketing，你只係需要做推廣、使用同埋舉辦一啲分享會，例如 K-pop up 嘅活動咧，就可以簡單經營你嘅全球事業啦。如果你要做到力馬咧，由全球化、研發、培植、生產、發行、市場推廣咧，都係我哋品牌最大競爭力。咁所以咧，喺商業嘅角度嚟講咧，你都要睇一間咧係咪有遠見嘅公司，同埋係咪喺市場空白期啦。例如而家喺韓國、北美、台灣、香港，未來嘅時間咧，而家都喺亞洲市場咧不停咁樣複製緊。咁所以咧喺 marketing 咁大嘅市場上面，我哋需要做啲乜嘢咧？就係咧，我哋有唔同嘅大型嘅廣告啦，亦都有好多嘅 K-pop 嘅沙龍會啦，由細至大咧，我哋嘅 event 咧都搞得非常之密，而且咧呢一樣嘢係可以系統化並且可以複製嘅。咁我哋香港嘅 office 咧就落喺我哋嘅朗豪坊，就係旺角嘅地方嚟嘅。咁呢個地段非常之好啦，而呢一個辦公室咧就係24/7嘅，令到我哋好多香港人好繁忙嘅香港人啦，包括佢做緊返工啦，想經營副業啦，甚至乎係想將我嘅生命放喺大量嘅投放喺 Raymond 呢一個衝第一波嘅事業上面咧，我哋公司都提供非常之好嘅資源，而 Steve 咧又經常性咧嚟到我哋香港嗰度幫我哋做活動做推廣。
咁喺品牌上面咧，亦都有我哋四大韓星做代言啦。咁過去要請一個品牌嘅明星咧，都非常之昂貴同埋困難嘅。咁而我哋公司咧，亦都係提前幫我哋做喺各大媒體曝光，甚至乎係有啲媒體我哋唔請佢，佢都願意嚟報導。咁所以呢一個品牌嘅行銷力咧係非常之強大。咁而我哋亦都做咗好多嘅大型廣告啦，令到全世界咧都可以有好矚目嘅一個經營方法。咁我哋咧而家啦，唔係淨係韓國巨星去代言啊，而且我哋咧亦都有個消費者100%嘅滿意嘅。咁喺呢度咧，我又請到另外一位嘉賓啦，去分享一下咧，究竟佢點樣用 Rimmon 嘅產品咧，用得非常之滿意。咁我哋有請方婷。Hello，大家好，聽到啊，好，聽到。好，咁我係方婷啦，我係一個玫瑰痤瘡皮膚嘅患者嚟嘅。大家而家見到我張相咧，都應該見到我嘅皮膚咧係真係超級大對比，同而家我嘅真人咧都係有一個強烈嘅對比啦。咁其實我2017年咧，即係差唔多10年前嘅時候咧，就係開始玫瑰痤瘡最嚴重嘅時候。嗰陣我個鼻又紅晒啦，下排跟住咧，我就係會覺得自己係好冇自信嘅。我係連落街買嘢咧，我都係會耷低頭，唔會同人有眼神接觸啦。同埋我係會化咗妝，點都一定要搽遮瑕膏，我先會落街嘅。因為我真係頂唔順自己個樣，好冇自信，嚴重有容貌焦慮啦。去到21年嗰陣咧，大家見到我皮膚咧都變好咗，但係我仍然咧都係有好多石頭瘡係圍繞個鼻嗰度嘅。咁可以下一張 slide 啦。係啦，咁下一張咧就係去到23年嗰陣咧，大家都見到我好似兩邊面皮膚都唔錯啦。但係另外一個問題咧，就係我個下巴咧係不斷咁樣爆瘡，直到咧我舊年2024年嘅時候咧8月嗰陣咧，就大約用咗力曼產品3個月啦。咁其實我真係好中意用力曼產品，因為冇諗過咧我嘅一直困擾咗我好耐嘅玫瑰痤瘡皮膚啦，同埋我嘅下巴爆瘡情況咧係真係大大改善。大家可以見得到咧，其實我塊面咧係真係有光澤咗，唔單止個鼻啦，個下巴係平滑咗好多。去到最右手邊25年7月嗰張相咧，即係啱啱上3個月之前啊，我皮膚咧係真係已經係近乎冇暗瘡，係已經令晒有水光肌嘅效果。所以我自己咧係真係好 amazing，對於力曼嘅產品係真係好幫到我。咁其實除咗我之外咧，其實都有唔同嘅膚況咧，係都可以用咗力曼產品咧，係改善到嘅。就好似咧，大家而家望到張相啦，咁就係分別咧，就有酒糟肌嘅皮膚啦，有暗瘡性嘅肌膚啦。咁其實都見得到咧，呢套產品咧係都係可以咧，幫到呢啲泛紅敏感肌嘅情況，甚至係酒糟肌暗瘡印咧，都係可以大大改善。你哋見到一個前後對比圖咧，都唔使我講邊一張係前，邊一張係 after 啦，大家已經肉眼可以望得到嘅變化咧，所以真係證明力曼呢套產品咧嘅護膚品係真係有個強大嘅功效。咁去到啦，你話係咪淨係得一個年輕嘅肌膚先用到咧？唔係，大家可以望下呢幾張相啦。咁普遍咧都係一個比較熟齡肌嘅情況，大家可以望得到咧。其實呢一套產品除咗可以令到我哋皮膚有個光澤感，修復翻暗瘡肌、有泛紅敏感肌之外咧，其實佢喺抗衰老、提拉嗰方面咧都係有效果嘅。你可以望得到咧，大家熟齡肌人係因為人越老就會有個鬆弛感覺啦，咁可以望得到呢個呢一套護膚品咧，係真係可以幫大家咧係有個緊緻度喺度啦，令到大家望落去咧係真係年輕咗好多。佢哋全部人咧係冇做醫美㗎，係真係單靠力曼嘅護膚品咧，係就係可以幫佢哋年輕咗10歲，所以係一套回春嘅護膚品嚟嘅。可以係啦，咁另外一位咧，呢個就係我哋另外一位隊員嘅皮膚狀況啦。可以望到咧，其實佢有用過其他嘅直銷品牌嘅產品啦。可以見得到咧，其實佢個皮膚本身咧係都爆咗好多膿瘡啊、石頭瘡啊，同埋都有少少泛紅嘅情況啦。但係咧，去到最右手邊嗰陣咧，你就見到佢嘅皮膚咧係用咗力曼產品之後咧，係真係開始有光澤咗好多。你可以望得到個細緻位咧，其實短短嘅個零月嘅時間啦，用咗力曼產品之後咧，佢嘅痘痘個修復情況咧係回復翻穩定咗，同埋個發紅嘅情況又冇咗啦，同埋真係皮膚咧係開始有光澤。
另一個 case 咧就係同我一樣，都係有個玫瑰痤瘡喺度啦。咁呢一位 Hazel 咧，佢就係本身佢都係佢一用力曼產品嗰陣咧，就咁啱咧，又係佢玫瑰痤瘡爆發嘅高峰期啊。咁可以見得到咧，玫瑰痤瘡最 common 嘅現象就係泛紅啦。又係同我差唔多，都係個鼻啊、兩邊面啊都紅晒啦。咁可以見得到咧，又係用咗力曼 Instagram 呢套產品一個月左右咧，佢嘅泛紅情況咧係大大改善，同埋你都係望到佢嘅額頭啊，甚至面頰嘅位置咧都係有個發亮嘅效果啦。之後另一位咧，佢就係一位有濕疹皮膚狀況嘅人嚟嘅，咁但係因為懷孕期間嘅荷爾蒙變化咧，令到佢嘅濕疹過敏咧更加嚴重咗啦。同埋佢之前咧都有用過一啲比較功能性嘅護膚品啦，但係個酷敏感嗰個情況咧係一直都冇乜改善，好反反覆覆啊。咁但係咧用咗力曼產品大約個半月之後咧，你又係可以望得到最右手邊嗰張相，佢嘅皮膚同本身個下巴啊個鼻甩晒皮啲狀況咧，又係有個好大對比，都係見到咧佢個額頭啊鼻啊係有晒光澤嘅。咁所以咧，其實力曼呢一套護膚品咧係真係好容易，只要你持續咁樣用，做好你嘅去角質啊，令到你個皮膚底層咧吸收護膚品更加好嘅話咧，其實你同我都一樣咧，係可以點亮翻原生嘅水光肌喺度嘅。咁方婷趁你喺度啦，我聽到你最近嘅分享咧，你就係話我介紹咗你去整眉嘅一個 beauty 嗰度咧，就有人去因為你嘅皮膚，所以同你查詢喎，咁可以分享下你嘅經歷咧？係啊，冇錯。其實我自己咧，而家都係一個好似一個行走嘅廣告版咁樣啦。因為真係用得到、用得好咗嘅皮膚咧，大家以為我行出街啦，佢哋係會唔識我嗰啲人第一次見我，可能佢哋會問我：咦，你係咪去做咗麗珠蘭打咗水光針？跟住我就會同佢哋講，其實我係真係冇打過水光針，因為我好驚，好驚會腫到一嚿嚿咁樣啦。但係我都會俾翻佢哋睇我以前，即係頭先俾過大家睇泛紅嗰個樣，佢哋都好難以置信，原來我以前係有個咁糟糕嘅過去，佢哋都覺得係好恐怖，好難想像我嘅皮膚係咁樣都可以變到有水光肌，跟住佢哋就會俾我嘅皮膚吸引咗啦，跟住就會去問我：咦，我可唔可以試下你套護膚品啊？佢哋以為係要搽好多嘢，以為係要個時間好耐好耐先會養得好啲皮膚，但係我同佢哋講，其實你每一日對比之下，其實唔係真係搽好多 skincare，但係你只要搽得個份量啱嘅話咧，做好啲大代謝啊，令到你個角質層真係吸收得護膚品更加好嘅話咧，其實你同我都一樣都可以有一個光澤感喺度。係啊，咁我就好真係好開心啦，因為過去方婷咧都冇同我講過話有人會問佢護膚品係用緊乜嘢嘅，咁今次就係好快嘅反饋咧，就話有人問佢啦，咁我就話：咦，你呢段時間就已經可以同佢講 Why Remon，同埋咧介紹佢嚟經營啦。咁因為咧今日咧我都有少少嘅分享，雖然我個皮膚未曾去到好糟糕，但係我咧一陣間嗰個咧都係我嘅黑歷史嘅小分享嚟嘅，都俾大家睇一睇先。咁多謝晒方婷嘅分享。咁我過去咧，其實都唔係一個乜嘢大問題嘅肌膚，只要我食錯嘢先會爆發嘅啫。咁可能我之後咧就再俾大家睇下我爆疹嘅時候個狀況啦。咁就我最主要咧就係因為年齡嘅衰老啦，皮膚毛孔鬆弛啦，令到我有法令紋啦、黑眼圈啦，同埋個倦容出現咗啦。因為畢竟都40幾歲啦。咁我喺未生 BB 之前咧，我就影咗張相。咁對比起咧，我生完 BB 之後咧，咁喺好 normal 底下正常份量去使用 Remon 嘅時候咧，係作出一個膚色上面嘅均勻程度。咁如果咧睇完相嘅話咧，就會發現個毛孔係細緻咗嘅。咁而咧，我俾大家睇一睇咧，關於大代謝嘅記錄，因為我哋 Remon 嘅產品咧，從普通嘅使用量之後咧，都可以進行 advanced 嘅皮膚修復嘅喎。咁用完之後嘅大代謝咧，原來佢有更加 amazing 嘅效果，就係真係令到我皮膚發光啦。咁呢個咧水光肌咧，亦都係經過咗7日嘅大代謝之後咧，發生咗好奇妙嘅變化。咁而我非常之滿意啦，因為我嘅皮膚咧係唔適宜做高能量嘅射頻啦、HIFU 膚啦、拉提等等嘅。咁而通過用咗 Remon 之後咧，我發現個 jawline 同埋雙下巴咧呢啲都可以幫我通通咁樣消失咗去。咁我就非常之中意用呢個產品啦。咁而咧，我哋講到啦，頭先使用用家啦，咁亦都要了解下，當你成為經營者嘅時候，你點樣可以了解一間公司嘅優勢，可以 support 到你咧，同埋可以有一個好強大嘅行銷力，幫到你證實到呢個生意係非常之好。咁頭先所講啦，我哋有咁輝煌嘅業績咧，就等同好似我哋大家都投資咗喺一間iPhone 入邊。好似 Apple 手機咧，個個都好想擁有，因為咧佢全球化嘅事業咧已經遍佈全球，亦都好多人想要擁有一樣咁值
股嘅一間公司。咁而我哋咧慢慢去進入一個新平台嘅時候咧，最主要係了解究竟呢個獎金同我有乜關係。我諗在座各人咧坐得喺度都好想知道錢同埋獎金究竟我而係喺呢間公司度發放到幾多俾我咧，同我一般打工嘅收入有幾唔一樣咧？如果我用兼職創業嘅心態，或者我係用全職經營嘅話，我個 difference 會有幾大咧？咁大家就要留意呢一個位啦。咁其實咧，過去嘅公司傳統嘅供應鏈咧，即係等於我好似以前嘅業務咧，就係做 distributor 嘅，我只不過係一個批發商。咁我過去就要經過公司咧去廠啦攞貨之後咧大量批發，即係代表我要食大量嘅運費，再加埋有個 stock 喺我哋嘅公司，加埋我嘅 warehouse 啦，租金成本咧，我先至可以落到我顧客手上嘅。咁通過呢個過程咧，其實亦都有好多嘅風險喺度。In case 間公司執咗啦，或者係一啲不知名公司啦、小公司咧，我係要花費大量嘅 marketing 錢廣告去使喺呢啲公司度，務求淨令到我嘅顧客認知嘅啫。但係 Remon 咧呢個高分潤嘅效果咧模式就好唔一樣啦。而我哋作為 Remon 嘅經銷商咧，就免卻咗好多 logistic 嘅供應嘅運費啦。包括我哋嘅非常之重擔嘅一個 warehouse，因為當你產品越嚟越多，你要租嘅地方就越嚟越大，同時間你亦都需要有更多人手去幫你 pack 貨、運貨、寄貨等等嘅。咁從而咧，我從過去咧5位數嘅消費咧，我去到 Greenmon 呢度咧係1蚊都唔需要俾嘅，因為咧 Greenmon 呢間公司好好，係包括咧客服啦、CS 嘅後台啦、logistic 啦，包括你運到世界各地等等咧。而我哋公司咧亦都有越嚟越多嘅地方咧開始陸續曝光啦。咁呢啲公司亦都係 provide 埋咧當地嘅logistic 啦，同埋我哋嘅 office 提供翻我哋嘅客戶咧可以直接使用平台就可以落單啦。咁所以點解可以咧講緊係一部手機貫通全球，而唔需要咧 maintain 所有嘅帳號。咁而 Remon 嘅會員有咩好咧？就係佢可以直接咧有5%嘅發放嘅 bonus 咧，俾佢可以喺平台嗰度做購物嘅。咁所以我哋嘅會員制度咧，亦都唔需要我哋額外咧去揾一啲網站平台咧去高消費咁樣揾幾萬蚊嘅消費咧去做你嘅 website。咁 Remon 公司咧最基本咧就有呢一個嘅模式。咁而關於咧我哋嘅事業模式啦，咁我哋經營咗呢個經營權之後，我哋有啲乜嘢方式可以令到我哋有獎金啦？咁其實咧獎金有6個 model 嘅，咁我哋先講咗基本嘅經銷商有啲乜嘢 model 先。我哋會有銷售獎金 （retail bonus），就係你直接一買一賣嘅方式咧，可以賺取你嘅佣金，我哋嘅價差。如果你經營團隊嘅話咧，你可以有我哋嘅代數差趴獎金，我哋最高可以30%。另外就係你有唔同代數嘅獎金咧，我哋可以最多攞到6代嘅直推獎金，由5%起跳。咁所以咧，呢一個嘅 leadership 咧，如果你想拆解嘅話咧，解鎖呢一個獎金咧，你留意一下咧，點樣可以成為更高級嘅 leader 啦。當呢個 leadership override 咧係幫你咧做一個領導獎金咧，係發放翻你去孵化你嘅團隊嘅，包括咧你如果升到董事位階或以上咧，亦都會有個市場分紅嘅。去到我哋 leadership match 咧，就係鼓勵一啲咧 team leader 嘅人咧，去成就人哋都可以成為 team leader 嘅時候咧，佢會發放一個輔導獎金，去到40%嘅。咁所以無論你係經營 retail 零售啊，還是你係想招募團隊啊，裂變你嘅團隊去到世界各地都好咧，呢啲獎金咧，你都可以有機會去解鎖嘅。而我哋咧獨立經銷商咧，其實係一個最 basic 嘅一個叫做 VIP 位階啦。咁我哋咧可以用10%咧去 reward 翻我哋嘅獎金，而你嘅加盟費咧只係150蚊，就已經可以即時生效，可以享有呢個10% 嘅回贈。而我哋嘅分享獎金咧係有5%嘅。如果你想要個 bonus 更加多，可以去往有2倍嘅話咧，你可以用經理位階去啟動分享獎金咧，由5至10%不等啦。而你自己本人或者你嘅團隊咧，可以喺3個月內完成呢3000個 SP 嘅產品，佢可以即時晉升啦，而且咧你可以享有呢一個豐厚嘅獎金20%。去到資深經理啦，有好多人同我一樣啦，都會用呢一個位階起跳。原因係乜嘢咧？佢可以一次到位，直接攞到我哋位階最高嘅 percentage 30%。佢嘅分享獎金咧由5至15%不等，而且咧佢可以多過我哋經理位階嘅5%嘅團隊獎金添。咁佢亦都可以一個人完成啦，或者你可以同你嘅團隊朋友咧喺3個月入邊晉升成為我哋嘅資深經理。咁你會見到啦。
打粒星星嘅就係我哋企業家啦。咁點解會有企業家呢一個叫做 team leader 嘅位階咧？原因就係有好多朋友就係覺得呢個生意非常容易做，而且佢有系統，亦都可以複製。相信咧，我嘅朋友同埋伙伴，我都想邀請好多 partner 一齊經營咧。你可以經營你嘅團隊，獲取更高嘅獎金分紅。咁我哋咧成為 team leader 會有無限代嘅分享獎金啦，10%至30%輔導獎金咧可以領取3代，而且咧同你嘅 teammate 咧可以一齊喺5個月入邊完成呢5萬個 SP 嘅。咁我哋只需要咧複製3條嘅資深經理嘅組織線咧，你就可以咧成為咗你嘅 team leader 咧，可以享有或者甚至乎係拆解我頭先所講嘅更多獎金分紅。咁去到董事位階咧，咁我呢度咧就唔再拆解啦。咁等大家咧，如果有興趣再了解嘅話咧，我哋可以向翻你嘅推薦人咧，再作為最深嘅理解嘅。咁好啦，頭先咧我哋就有一個一目了然嘅表啦，因為都講完之後咧，就其實點解會有咁多個獎金制度咧？公司想優化更多更加值得被推廣嘅一啲 promoter，咁所以咧我哋有銷售獎金啦、分享獎金啦，甚至乎喺6月1號咧，我哋就加設咗咧一個6階直推獎金咧，發放俾一啲咧更加願意去 develop 自己嘅團隊嘅人。咁所以我哋咧亦都鼓勵好多經銷商啦、經理、資深經理咧，由唔同代數咧都可以領取到6代嘅獎金分紅嘅喎。咁所以咧呢一間咧係非常願意派錢嘅公司，而我過去咧無論幾努力都好咧，公司都冇特別去派獎金嘅時候咧，呢一個亮點位咧，亦都我係非常之欣賞嘅。咁即係等於你有幾努力，你公司同樣地相對嘅獎金回饋俾你。咁去到咧下一個模式啦，就係 Open Group 啦。咁其實等於咧就係我哋嘅唔同叉趴獎金啦。咩嘅唔同叉趴咧？即係等於你唔同位階中間有一個差距嘅獎金分紅，就會發放俾你點樣可以選擇你嘅位階啟動。頭先我所講咧，planner 係最低位階係10% 嘅啫。咁所以作為經營者咧，最 basic 去考慮去投放，甚至乎係最基本嘅 reward 獎金咧，我都會建議喺20% 起跳嘅。因為經理咧喺 customer 嘅retail 嗰度咧，已經可以賺取到20%至30% 嘅 retail bonus。咁喺我哋嘅 planner 啦，你介紹一位經銷商入嚟，佢可能做下功課，去投放下時間，去了解下 remon 嘅時候咧，你都已經可以賺取到10% 嘅差價利潤。同位階嘅朋友咧，獲取5% 嘅分紅。所以咧呢一間公司係非常公平公正。你介紹咗同位階都好咧，公司都會發放翻5% 嘅獎金俾你㗎。咁而且咧，我哋喺更加鼓勵形式底下啦，我哋亦都有銷售高手加碼獎金喎，即係等於乜嘢？你越努力，你越推廣，我哋嘅朋友仔越嚟越多人認識 Remon 啦，我哋可以包括 customer 嘅推廣啦。有20個 customer 嘅話咧，完成2000 SP 咧，公司會發放5% 嘅 retail customer bonus 嘅。完成咗40 customer 咧，入邊包括4000 SP 咧，公司再加碼10% 俾你。咁所以咧呢一間係非常願意派錢嘅公司。咁而我哋嘅獎金啦，包括我哋 cash bonus 啦，同埋product bonus 咧，我哋都會發放嘅。咁頭先所講咧，就係同我一樣用一個資深經理起跳嘅嘅 step 咧，就會揀我嘅 senior manager 啦，因為咧佢直接可以獲取30%至40% 嘅 customer bonus 啦。咁喺我哋 planner 嗰度咧就有差趴20%，喺 manager 嗰度有10% 差趴。Senior manager 同你一樣想一齊複製得更加快嘅團隊咧，公司都會直接發放5% 俾你嘅。咁同樣都可以享有 top retailer bonus 啦，同埋我哋 personal order bonus 俾你嘅。咁去到 team leader 咧就多啦，因為咧，當你睇到就係，咦，原來我大家個團隊，我嘅 customer reward 已多咁多嘅40%至50%，因為公司非常欣賞你，將你嘅業務拓展到更加多伙伴同你一齊去跑業務啦，做推廣啦。咁而我哋咧會有一個無限代嘅企業家團隊嘅分享獎金40%。咁去到咧，我哋亦都有3代嘅輔導獎金啦，包括你孵化咗好多唔同嘅 team leader 啦，成就咗更優越嘅伙伴啦。佢亦都會有 top retailer bonus 俾你嘅。咁呢個咧就係我哋可以更加知道，原來用同樣嘅時間、同樣嘅分享方式，我同更多嘅人去分享呢一個事業模式咧，原來我嘅 bonus 咧可以派更多嘅。咁咧 team leader 我亦都係非常之協助大家咧，去一齊去進行啦，希望大家攞到更多業績。咁點樣可以成為咗我哋去攞到呢一個嘅我哋叫做產品投資咧？其實第一樣嘢就係要知道乜嘢叫投資。首先咧，我哋要將我哋嘅業務去開拓咧，必須要有產品，而我哋嘅產品咧要推廣到世界唔同嘅地方嘅人，亦都包括我哋香港本土嘅市場啦。我哋會舉行好多場嘅 K-pop 活動，令到你嘅產品除咗你用之外，你仲可以分享到俾身邊嘅朋友啦，有興趣經營事業嘅伙伴。咁所以咧，我哋一套基礎嘅套裝咧係呢一個1500 SP 起跳嘅。咁而如果你想簡單複製嘅話咧，4套嘅基礎嘅創業套組咧已經可以完成你6000 SP 嘅 SM 位階㗎啦。而
而且你會見到有 travel kit 啦，同埋我哋有 life training 嘅 supplement 啦。咁喺我哋唔同地方 launch 嘅話咧，我哋嘅組合都有唔一樣嘅喎。馬來西亞有新嘅活動啦，同埋我哋琴日咧，我哋英國市場 launch 咗嘅時候咧，我哋都有啲新嘅套組咧，可以俾大家選擇嘅。咁所以咧，大家留意住啦，公司所有嘅 promotion，因為咧呢個都絕對同你嘅銷售嘅系統有關嘅。咁當然啦，如果你想簡單啲了解點樣可以成為資深經理咧，咁其實最簡單就係你自己直接啟動資深經理，大概咧係50,000零蚊左右嘅。如果你話我有朋友仔一齊想做喎，咁我可唔可以同你一齊夾份啊？都得嘅。咁你可以咧，一人每用2套嘅經理維佳3天 SP 咧，你自己都可以晉升成為資深經理嘅。咁另外，如果有啲話我好多朋友仔喎，但係我資本咧嗰個 budget 比較低，咁我可以點樣開始咧？咁其實你自己同3位朋友仔咧一齊完成嘅話咧，你自己都可以晉升成為資深經理嘅。咁而我哋產品有啲乜嘢 reward 咧？咁最簡單就係我哋入咗嚟之後買咗4套套裝啦。咁其實我哋個成本咧就係50,000零蚊。咁而呢一度已經完成到6000 SP 噶啦。咁包括4套產品啦，亦都有 Rimond Dollar 同埋 cash 嘅 rebate。咁其實咧扣除我哋總金額咧係7488嘅話咧，其實你只係要付出咧46000幾蚊嘅啫。咁即係代表咧我哋仲有我哋嘅 cash product 回贈啦。咁同埋咧都講埋最新嘅活動啦。因為咧我哋嚟緊都會有個好大型嘅convention 啊嘛，咁所以我哋喺10月31號前啦，我哋嘅市場亦都包括美國、加拿大、台灣、香港、馬來西亞、新加坡、墨西哥、菲律賓等地。而我哋嘅經銷商喺10月31號之前咧，我哋亦都可以享有咧呢一個嘅叫做推廣活動優惠，就係咧如果你喺最短時間啦成為咗我哋嘅 planner，你完成到個人1000嘅 SB 咧，公司會送出100蚊嘅美金產品禮券。如果你係晉升成為經理嘅話咧，你亦都可以享有250蚊美金嘅禮券。但係當然啦，最聰明嘅你，如果揀資深經理為家咧，你係直接咧可以攞翻3900蚊港幣嘅產品嘅。咁所以咧呢個優惠咧只係可以喺10月底之前咧完成嘅。咁如果你話好似我咁啦，Sonia 成為咗企業家喎，咁亦都可以帶團隊啦、孵化團隊啦，成就更多嘅人咧。咁其實我自己咧就係資深經理啟動，然後揾到我3個核心成員就可以噶啦。因為我哋唔係要你揾30個，我哋只需要揾3個朋友仔咧，可以好用心、好 focus 咁樣同你一樣去 run Rimond 嘅生意咧。你成功複製3個，而讓佢亦都可以好似你咁樣複製3位成員咧，成為咗資深經理，喺5個月入邊完成呢5萬個 SP 咧，你就可以獲得咧 leadership match 嘅 bonus 啦。因為咧你自己亦都係成為咗一個好成功嘅人啦，成就別人啦，同時間咧你就會有個輔導獎金5至10%。咁企業家入邊咧，咁我哋係計唔同代數嘅。只要我係企業家，我孵化咗下面唔同代數嘅人，只要我下邊嘅人有成為咗企業家嘅話咧，我就可以將佢嘅 bonus 都可以分到錢俾我嘅。咁而咧，例如第一代咧就係40%啦，第二代20%，第三代10%。咁其實個概念係啲乜嘢咧？就係如果我下邊孵化咗個企業家，佢獲得10000蚊嘅獎金分紅，我係可以有佢40%，即係4000蚊嘅獎金分紅，係由公司發放俾我嘅。咁如此類推啦。咁所以咧，如果你話我想承受更多人喎，我更要成功喎，我想攞得更加多拆獎金嘅一個方式咧，咁可以我哋往董事維佳進發啦，亦都可以再攞埋第4代啦、第5代、第6代啦，最高維佳去到全國董事咧，攞晒6代嘅輔導獎金嘅。咁去到咧下一頁啦。咁其實咧，我哋做埋咁多獎金係為咗啲乜嘢咧？或者你聽完就係，哇，要跑數喎，要攞獎金，就真係要一啲方法啦。咁其實咧喺我哋完善嘅系統入邊咧，係非常之重要去 support 去幫你，包括今日講嘅招商會都會有人幫你嘅。咁而呢一個優勢咧，亦都係結合咗我哋呢個 system，因為當你由你打工返工，或者我係做緊其他公司模式嘅一個經營方式咧，要走入 Rimond，我必須要熟悉呢個地方，我需要上堂學習。如果冇人帶你去咧，可能你入到嚟都唔知自己應該要做邊一個步驟。所以咧，第一樣嘢你要有一個導航系統先。咁其實成功嘅導航系統咧，就係進入我哋點樣可以去入到呢個 Rimond 嘅一個公司入邊嘅學院啦。咁其實我哋嘅公司咧，包括香港嘅，其實呢啲課程咧已經好 international 噶啦。我哋有中英國語嘅翻譯啦，所以國內朋友可以聽到，台灣聽到，馬拉市場可以聽到啦。咁亦都我哋有線下嘅實體課程啦，包括我哋線下嘅分享會啦，亦都有好多嘉賓去交流啦。經常性都會有一啲 Zoom 嘅 call 咧，係幫你去了解熟習產品嘅。咁所以咧，大家可以入到嚟之後咧，仲可以安心慢慢去學習產品嘅知識。大家唔需要成為一個專家先至入嚟啊。其實呢個平
平台非常之公平啊！每個一個普通嘅素人，甚至乎係一個完全對美容知識都完全唔識嘅人咧，都可以經營呢個 Reebok 事業。咁你見到啦，其實我哋嘅你相咧，你都會見到點解咁多男士經營咧？其實都係因為睇到商機。你見到頭先個獎金分紅咁豐厚咧，就會覺得咦，我需要去了解更加多啦。咁對我咧，除咗我產品價值啦、變靚啦、賺取豐厚獎金之外咧，我睇嘅 Reebok 咧係另外一個嘅 value，就係咧我點樣可以擴展我嘅人脈，因為人脈就係資源，就等於錢，錢脈都係非常重要嘅。所以咧，你必須要有世界觀，世界觀就要去觀世界。所以咧，我要嚟到 Reebok 嘅時候，第一時間就把握各地唔同場次嘅分享會，包括我會走去馬來西亞啦、吉隆坡啦，唔同城市咧都有我哋嘅 XS 團隊咧去做開荒牛，去揾我哋嘅第一批嘅事業伙伴。咁所以咧，其實 XS 團隊係非常之有勢力嘅。咁佢佔比係大概喺我哋唔同地方當地咧，第一批已經有80%嘅佔比率㗎啦。咁所以你見到我哋同一般嘅普通經營者咧係唔一樣嘅，係非常之瘋狂㗎。你會見到我哋會帶住屋企人一齊飛啦，甚至乎咧阿 Winnie 咧係抬住5個月 BB 啦，帶埋個小朋友歲零2歲咧都一樣出席外國嘅活動。咁所以咧你會睇到點解大家都咁瘋狂，原因就係我哋有非常之好嘅系統說明會。咁你見到今日嗰個咧就係我哋嘅廣東話嘅事業說明會啦。你會了解到 Reebok 嘅商機，佢嘅優勢。另外，我哋仲會有產品啦、事業啦，同埋網絡營銷嘅培訓課程。只要你抽出時間，作為 part time 嘅你咧，最少抽3至4個鐘去全力經營 Reebok 咧，你可以得到最有效嘅結果。另外，我哋仲有變靚嘅童顏班啦、減肥俱樂部啦，有我哋線下嘅唔同地方都有企業家嘅速成班，亦都有我哋 Danny Bay 先生咧特登飛嚟我哋香港咧去教課程，甚至乎馬來西亞啦。去到英國市場咧，我哋都有 support 嘅。咁去到全球嘅 K-pop 產品體驗會咧，就一定要有啦，因為咧呢個係絕對幫到你咧做我哋嘅線下分享，包括你嘅客人啦，了解產品嘅、了解商機嘅，我哋都可以通過呢啲課程咧去實質去上課嘅。咁變咗咧，你會覺得，咦，其實我投資喺 Reebok，投資緊啲乜嘢咧？唔係淨係你套產品，而係投資緊你嘅商機，投資緊你嘅視野，點樣去視察呢個環境。呢個趨勢將你嘅業務拓展到全世界、全球，甚至乎係你完全唔識嘅人物都成為你嘅分店。你要好了解究竟 Reebok 俾到啲乜嘢你。而我哋咧 XS 團隊咧亦都有好豐富嘅團隊培訓啦，包括我自己亦都做好多課程去 support 我嘅伙伴啦。XS 團隊有好多線下活動嘅，咁亦都包括咧我哋嘅 office 舉辦嘅活動咧，都非常建議大家去參加。每場活動你都會得益不少，包括台灣嘅大型嘅活動曝光啦。咁我自己都周圍飛嘅，咁去到高雄啊、台北大會咧，我都有出席。咁嚟緊咧都有非常之多嘅嘢，包括啦，我去到馬來西亞嘅總部非常之靚，呢個係馬來西亞嘅office 總部。咁我哋位於咧全部據點咧都係我哋嘅 main city 最 hit。最正嘅地方，而我哋 office 嗰個格調咧係非常之高。咁你諗下啦，呢度其實我都有出席呢一個活動嘅時候咧，就發現哇，真係好近一啲好 top 嘅 main building。咁我哋香港嘅產品分享會咧，咁我都會多次出席嘅，因為當然啦，呢個舞台係屬於你哋各人自己啦。咁如果有公司亦都有啲邀約嘅話咧，我哋都好歡迎我哋嘅伙伴咧去舉手參加嘅，因為呢個分享會咧其實都係我人生第一次面對咁多嘅朋友仔咧。做一個大型嘅分享嘅。咁都係展示翻你自己個人魅力啦，亦都包括咧，除咗線下活動多之外咧，網絡營銷嘅 SOP 都係一個工具，要教你哋點樣可以經營一啲網絡嘅叫做陌生開發。因為好多人咧，對於熟朋友係好難經營，甚至乎你熟朋友都有限。點樣可以令到呢個事業，令到你團隊會裂變到幾千人、幾萬人，甚至乎 Jackie 去到成10萬人嘅團隊咧，其實都係包括我哋做網絡咧。XS 團隊係非常之犀利嘅，咁所以大家咧有興趣嘅、了解嘅，一定要學習一個線上營銷。逢禮拜一咧，我哋都會有課程嘅。咁線下開發啦，我哋亦都有好多唔同嘅副銷品啦，去 support 俾大家啦。包括有一啲開拓美容院啦，線下嘅可能足浴店啊、茶療啊、養生館啊呢啲咧，都係我哋需要開發嘅地方，亦都要更多嘅資源同埋工具。咁所以咧，我自己都要努力啲啦，幫大家整好多 catalog 啦。咁嚟緊都會有啲咧招募嘅 catalog 咧，都係coming soon 嘅啦，大家可以拭目以待。咁去到咧全球連線呢度咧，咁我哋都可以話俾大家聽咧，究竟我哋 launching 咧公司係幾大嘅曝光，因為我哋9月嘅時候已經通知咗大家，我哋嚟緊有 pre-launch 啦，正式launching 嘅 event 啦，
去到啦，我哋嘅10月27號咧係英國正式可以 shipping 噶啦。咁所以你去到咁遠當地咧，你都真係唔需要俾任何嘅 logistic 啦、清關費啦、稅項等等咧，都係公司幫你包辦晒啦。你諗下咁好嘅公司喺邊度揾咧？我諗未來5年我都見唔到一間咁爆嘅公司。咁你諗下個版圖係有幾大啦？我哋由第一個城市啦，我哋已經去到香港、台灣、馬來西亞、新加坡，我哋去北美嘅市場，去到我哋嘅菲律賓、日本啦，我哋年底就會進軍日本市場。其實咧，日本市場已經出現咗3位嘅 team leader 啦。喺英國市場，我哋已經正式落地，嚟緊下一站就係意大利、西班牙、愛爾蘭等等智利城市、哥倫比亞等等，呢啲咧都係我哋可能人生都未必踏足過嘅地方，但係 Rimon 比我哋更早嘅時間去踏足咗，成為 team leader，其實公司非常之好，辛苦咗咁耐，亦都有非常之好嘅享受啦。咁我都好慶幸啦，同我哋其中一位伙伴咧 Sita 都享用咗咧呢個濟州之旅，非常之正。公司幫你出晒機票，出晒一個嘅酒店啦。住宿咧真係1蚊都唔需要俾，仲要派錢俾我哋去使添。咁所以我喺去到咧見到 Rimon 呢一間總公司嘅對人嘅熱誠啦，真係出於人嘅心。因為我哋真係翻工咁耐，或者我付出咁多時間都喺事業嗰度打拼完之後咧，公司都好好咁樣reward 我哋啊。咁所以咧，你亦都見得到我哋原材料係點樣樣，我哋嘅巨型積雪草啦，你點樣可以攞住一棵巨型積雪草喺手上面咧？而且佢真係新鮮到可以直接當沙律咁樣食嘅。所以咧，呢個我係非常之 excited，我嘅團隊伙伴咧一齊成功可以去到呢個濟州島之旅。嗱，Sita 你喺唔喺度啊？如果 Sita 喺度，可以分享一下。Hello，喺度，係啊喺度，喺，Sita 度。係啦，Sita 亦都係我哋其中一位伙伴啊。你開唔開鏡頭啊？ OK，開唔到，開唔到而家，好嘅，因為好唔整緊嘢，方便，好係唔緊 OK，要。係啊，你又分享一下啦。分享就係都上年11月嘅事啦，有少少遠，但係其實去嗰個點講咧，應該係講話佢成為企業家之後。咁跟住就公司邀請啦，去呢個嘅度假村啦。咁其實我都係未試過即係未試過去感受到，因為有好多直銷咧，佢可能會帶你哋去一啲嘅杜拜、日本，咁可能5星級酒店啊，咁樣去招待啦。咁但係呢一間公司咧，佢實質上入邊係，我覺得係好細微咯。即係如果你講嗰個細心位係，佢唔係淨係話俾你聽入嚟，我哋係做生意啦。除咗你哋大家係去睇下自己嘅眼光哦，你想去跑到咩位階，即係你或者你想去為咗你自己嘅生活有咩改善嘅經濟情況之外咧，佢係細緻到你去到嘅時候咧，佢係我哋一落機嗰時係朝頭早7點幾，咁我哋上旅遊巴啦。咁佢嗰啲旅遊巴咧，你記唔記得 Sonia 好似sofa 咁樣嘅，即係佢唔係真係出邊。係啊，佢都係旅遊巴，但係佢嘅座位嗰個 car seat 咧係直情好似有啲枕頭啊咁樣嚟，好似搬咗張 sofa 上去咁。係你可以坐 sofa 挨喺度坐個 sofa，然後嗰種感覺就唔係旅遊巴啦。咁跟住又有佢已經係你一上車驚你哋肚餓啦，咁啊已經有埋嘢食。跟住我哋去到度假村，咁就休息。基本上成個屋入邊嘅都會係一啲。即係 LG 嘅智能嘅產品啦，然後我哋見到哇好靚，咁然後佢係點講咧？如果你話我最深刻嘅，我就係覺得無論啲喺濟州島嘅 staff 啦，或者我哋公司 back office 嘅 staff 啦，都非常之對我哋好好啦。咁然後喺入邊老闆咧，其實有一 part 咧，老闆係特登喺首爾飛過嚟，記唔記得啊？係飛過嚟跟住即刻要走，就係為咗過嚟同我哋講1個鐘頭，唔係淨係恭喜我哋成為企業家，佢應該係想俾一個信心，大家就係每一個可以嚟到濟州呢個 trip 嘅TL 啦嘅人咧，你會親身感受到個老闆都好有誠意，即係正常已經去到可能係 Danny Bailey 或者係CEO 嚟或者總經理喺度講已經可以諗啊，安董真係會喺韓國喺首爾特登飛過嚟講1個鐘，跟住就已經講話我要走啦，拜拜，影幅相，跟住又飛翻首爾，咁佢係會講解成個。力萬呢一度係佢第一個打造嘅地方，點解咧？因為佢知道，因為直銷所有嘅先決條件都關於人事啊，咁所以變咗佢係想大家親身感受。咁跟住你話去參觀仲有除咗積雪草嘅場之外，亦都會有濟州熔岩能量水啦。咁政府嗰邊嘅人員會開門俾我哋，咁每人俾一支水我哋有得飲添㗎，即係直情係好似
過濾咗一支濟州 exactly 我哋上面嗰啲護膚品嘅嗰個水啦，佢就會俾我哋有得飲啦。咁亦都有啲嘅 training 啦，或者係好多嘅活動晚會，咁所以變咗成個過程其實係好窩心嘅。所以即係大家好攰，因為我哋都會啲行程都排得好密。但係我覺得如果你入嚟經營力曼嘅話，我覺得你一定要去一次，因為當你去到嗰度，同埋大家而家只係睇片，只係睇相咧，個感覺更加深刻，同埋你會知道哦，佢點解 Raymond 呢個字以人嚟去，即係去以人嚟做一個核心嘅一個大嘅概念。咁點解咧？其實係由呢一 part 已經開始啦。咁所以佢每一個位都係為緊啲經銷商去行咯，咁樣咯。係啦，我分享係咁上下，係啦。我個畫面直情翻晒嚟，我就係知道，我好希望，好希望我哋下次一齊去啦。因為如果我同斯達下一次嘅一齊去咧，就已經係成為 director，我哋先至會對佢第二次嘅。咁我都好希望每一次嘅伙伴係越嚟越多，係啦，越嚟越多成就，更加多高收入嘅人啦，同埋佢哋真係為咗團隊付出貢獻，孵化更多成功嘅人。咁所以咧，今日咧呢度分享差唔多啦。咁因為全球嘅爆發咧，其實呢啲畫面都係我哋嘅 upline，不停世界各地不停去跑業務。咁當然啦，我真係見到乜嘢叫瘋狂，因為對我嚟講，我過去所有嘅我 back to 翻我過去嘅分享經營或者 share 嘅嘢咧，其實大家可能只係覺得我係一個好勤力嘅人，或者好堅持、好堅毅啦。但其實我真係未對過一個事業好瘋狂過嘅。咁我覺得 Raymond 係真係一間我好值得瘋狂嘅公司啦。咁所以我真係見到點解佢嘅人心可以即係做得咁好、咁團結啦，同埋個氛圍度咁高啦。咁而我哋真係好慶幸咧，真係自己都係成為咗第一批嘅企業家。因為當一個經營嘅品牌咧，其實頭1至3年就真係正大家嘅黃金期，亦都我哋係最大機會期。你諗下，我哋已經可以部署。你又諗下，有好多人咧，即係想要揾翻新工咧，其實可能佢諗好多機會都未出現。但係 Raymond 已經話定俾你聽，26年嘅趨勢，究竟我哋會嚟緊開乜嘢嘅市場？你諗下，你腦海裏邊有啲乜嘢人脈網絡，你可以好好咁樣利用，包括你人生之中過去經歷過、遇過嘅人咧，係咪可以幫你打通呢個網絡咧？你靠住一部手機，你點可以為你嘅事業重新再瘋狂過咧？咁呢度咧都交俾大家去思考一下啦。因為咧呢段時間咧都係我哋今日咧好多謝咁多位啦，可以去抽1個鐘頭。